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平安。现在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。耶和华的慈爱高及诸天，耶和华的慈爱上达穹苍。现在我们就在万民中，在列邦中一起来歌颂赞美他。在世上。
Oh
请会众依然站立，用使徒信心来宣告我们的信仰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